文化总会甲抓风车剧团伫匈牙利布达佩斯演出《落车闹凉宫》，昨伫埃菲尔剧场做最后一场。这场是参这个匈牙利在地乌克兰组织合作，伫表演进程内邀请侪乌克兰民众到现场来甲演员互动，要用文化行动来甲乌克兰相贴。 伫咧2一天文化总会甲抓风车剧团的《落车闹凉宫》戏出开始进前，是邀请侪乌克兰民众到场参演员来互动。伊是这文化行动典型台湾甲乌克兰是合作会的。人布袋戏有偌好耍，看这阵乌克兰囡仔的笑容就知影。透过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参匈牙利在地乌克兰组织 Litera 合作，有侪乌克兰民众到布达佩斯体验台湾文化。 It's exciting, even for my age, because I can see that the smaller kids enjoy it much more than I do. A very big thank you to Taiwan for this place, to Ukrainian Taisha. 伫咧现场，台湾驻匈牙利大使刘世忠也参组织签约，捐赠1万美金帮助乌克兰民众。 Між Тайбеєм і Києвом 8 тисяч кілометрів. Але Україна та Тайвань набагато сильніше зв'язані. 另外，匈牙利上大的国际宗教人道救援组织 HIA 也认为，台湾透过文化艺术，确实会当互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囡仔侪帮助。Because they have very deep traumas. If we don't help them, they will struggle with them all through their lives. Taiwan is assisting and providing helps these children to feel safe and feel happy. 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处表示，自战争开始，台湾有真侪捐款甲物资送到位。代表处也不只有帮助踮伫咧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乌克兰难民，也参在地组织合作，甲帮赞送到其他的城市。记者郭文成由布达佩斯报道。